大家好，歡迎收聽 Paragon Advisor 投資顧問，為你提供 MPF 嘅最新投資選擇。喺圖表之中，你哋會見到信安強積金過去1個月嘅回報，最高回報係恒指基金，回報係7.05%。關於信安強積金最新嘅投資基金選擇，保守投資者或者55歲以上人士，第一位平穩回報基金，投資分配40%；第二位美國股票基金，投資分配15%；第三位國際股票基金，投資分配15%；第四位亞洲股票基金，投資分配15%；第五位中國股票基金，投資分配15%。進取型嘅投資者，第一位美國股票基金，投資分配20%；第二位中國股票基金，投資分配20%；第三位國際股票基金，投資分配20%；第四位亞洲股票基金，投資分配30%；第五位平穩回報基金，投資分配10%。下次嘅投資廣播會喺9月29號。最近股市已經上升超過3個禮拜，退市仍未解決，投資會有機會回落同埋有波動。各位緊跟我哋嘅投資提議，就可以賺到錢，保到本，保到利潤。如果想睇其他嘅上傳題目，可以 Paragon 普羅投資嚟到搜尋。如果想睇下我哋嘅更加詳盡嘅資料，可以去到我哋嘅 blog 嗰度。客戶預告了解我哋嘅最佳投資組合，個別基金嘅入市同埋出市嘅最佳時機，改善 MPF 同埋其他投資計劃嘅投資回報。可以將組合名稱、投資公司名稱電郵至 wng.jackie8888@yahoo.com 或者致電811101333查詢。多謝大家。